Hello 大家，我係雷叔。呢個係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嘅樂活人生系列，我哋一齊傾下屬靈人生、感情同健康真相。呢個系列講嘅唔止係退休，仲係人生後半場嘅感情、健康同覺醒。今日想傾嘅話題，壓力與心血管。你以為心痛，其實係條血管嬲緊你。你有冇試過啲人一嬲就拍心口話你激死我啦？呢句唔止係情緒反應，而係真生理現象。哈佛醫學院 （Harvard Medical School） 指出 ，chronic stress increases cortisol and adrenaline, causing blood vessels to constrict and blood pressure to rise。長期壓力會令身體分泌皮質醇 （cortisol） 同腎上腺素 （adrenaline），令血管收縮、血壓上升。即係話你唔係嬲到心痛，係血管激到收晒。我有個老友阿強，平時表面好冷靜，逢親遇到事都會忍住唔出聲。有次食飯俾人打尖，佢面笑笑，但條頸巾可以拎到出嚟。我問你冇嘢嗎？佢話冇事，慣假啦。幾個月後，佢就有事啦。醫生話佢血壓爆表，心電圖出晒紅字。哈佛健康 （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） 咁講 ：Suppressing emotions may double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。長期壓抑情緒會令心血管病風險倍增。唔出聲唔代表冇事，你壓抑嘅唔係情緒，係血管入面嘅血壓。香港人最叻係扮冇事，心入面爆炸，但口講唔緊要啦。心臟話唔緊要你個頭啊，我而家跳到快過 hip hop 啦。根據美國心臟協會 （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） 報告，Stress causes repeated surges of blood pressure that damage artery walls。壓力會導致血壓反覆上升，損害血管內壁，就好似條水喉咁日日爆壓，久而久之就會滲水、爆裂。心臟都一樣，日日承受情緒衝擊，慢慢就會心力交瘁啦。有啲人話我唔嬲，我忍得，呢句最牙煙。哈佛心理系 （Harvard Psychology Department） 研究指出，People who suppress anger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hypertension。長期壓抑怒氣嘅人更易患高血壓。換句話講，你唔爆發，佢爆血管。有啲人唔講粗口，個身體幫佢講。雷叔棟篤笑時刻，我問醫生：醫生，點解我啲血壓高啊？醫生答：你係咪成日嬲啲人唔識用八達通機？我問：你點知啊？佢話：香港幾千萬人因為排隊壓力，個心比地鐵塞得仲緊。其實壓力傷心臟唔止心理反應，仲有化學反應。根據哈佛同梅約診所嘅共同報告 （Harvard Mayo Clinic Collaboration 2023）， Stress hormones trigger inflammation in arteries, contributing to atherosclerosis。壓力荷爾蒙會引發血管炎症，加速動脈硬化。即係話你日日嬲，日日緊張，條血管就會慢慢變硬、變窄，最後塞車。但放心，方法都有，唔係戒嬲，而係識嬲。一、分清值得嬲定唔值嬲。哈佛建議 Identify triggers and evaluate their real importance。學識判斷事情嘅真正重要性。地鐵唔等你唔緊要，但你條血管一定要等你。二、學識放棄，唔係開槍嗰種，係心入面嗰種。深呼吸、輕運動、散步、聽歌，甚至大笑，都可以幫你放棄。哈佛研究講過 ，Laughter relaxes blood vessels and improves circulation。大笑可令血管放鬆，促進血液循環。所以笑唔係浪費時間，係做緊心臟按摩。三、唔好太早講算啦，有啲嘢唔講出嚟，佢會變成壓力炸彈。
有時講出嚟先至算啦。講出口，血管都鬆啲。總結：壓力唔只係心理負擔，係真物理攻擊。唔識處理壓力，就好似日日喺心臟上面壓幾嚿磚。學識放鬆，講真話，識得笑，你嘅血管先唔會提早退休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更多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。活得自在，講真話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